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3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家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开工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拢无到10度。另外，今仔日也是立春，气象署表示，今年春天的雨水这量会减一丝啦。全台湾大罢免今仔日早起连署已经送出去，拢总收到10万外份。主要的罢免对象是国民党鲍昆萁、黄鸿斌等18位立委。台股今仔日开盘报超过1000点，收盘是22694点。另外，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台股，经济部长表示，政府的支持爱有够力。先来关心的是，伫个贺年进前有5位登山客，伫1月25的时阵，对新竹的尖石出发去爬大霸尖山，结果其中一个查某的登山客呢是对无着阵，尾仔全安尼失踪去。新竹县消防局是派人去甲找，到今要是找无着人，目前这状况是无啥乐观。很好，très好。救援人员沿着正急的山壁向下骹落去，涂骹大的拢是雪，每一步拢爱正注意，若无会发生意外。冷，有建筑林，有树，这边的体感比刚刚上面又更冷。新野北路山丘伫咧大霸尖山失联，因为天气歹，涂骹拢是雪，互救援工作更加困难。直升机对天顶西救援队所求的地点，自原本雪无多山路开始，向深山行，雪就愈来愈深，就会靠着看守啊，一个冰料，才法度继续向前行。下雪以后，我们在搜索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雨雪交加，就是下雨，天气就变得非常的恶劣，而且我们必须要在那个建筑林里面去钻，要找寻的时候，全身几乎都会湿掉，会让所有搜救人员陷入到一个低体温的一个状态。搜救困难、进度慢，而且可能还会落雪，可能会甲失联者的脚链感觉拢无看。虽然情形无啥乐观，不过搜救队伫低温之下，也是继续找人，希望会当赶紧甲人找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开工咧，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即马全台湾的是拢无到15度。另外，今仔日嘛是24节气当中的立春。人讲这立春落雨透清明，意思就是讲，这立春迄天若准是落雨，到清明进前这段期间，这雨水拢会较高。也那气象署是表示讲，目前看起来，今年春天的雨水这量会少一丝啦。高工的年假结束，8日各行各业开工，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加上华南分河区雪往东平，北部甲东半部拢是淡搁冷的天气。气象署表示，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拜三，预告中部以北依然上冷，会出现8度到11度的低温。那到礼拜6跟礼拜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受到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的一个影响之下，所以整个气温上都还是会比较偏冷一点点。那预计就是说，下一波的一个冷气团的一个强度上，跟这一波其实会是差不多的哦。所以像是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的一个低温上，大概就是都在8到11度左右，然后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在12到14度。另外，2月初3立春也是24节气的头一个节气，俗语讲立春落雨透清明，意思是讲立春若是落雨到清明这段期间，雨水可能会较高。有台语专家讲，早前因为无专业的气象预测，所以是照古早人的经验豆豆啊累积起来的讲法，到当来无一定准，不过会当当作参考。另外，专家嘛表示，立春代表春天的开始，侪侪所在会破产，所以雨水的济少就真重要。过家人啦，感觉讲立春若是落雨，这个雨水可能就一直延续到清明。以前是无气象行嘛，所以拢是照经验，照过去的经验来讲，春天咱就是开始破产的时阵嘛，所以你若要布稻仔时无够水，这个稻仔就袂水。针对春季的雨水量预测，气象署指出，今年春天的雨水量是正常偏少。另外，气象署嘛表示，虽然拜四气温回升，不过刷落来拜5暗会阁有第2阵强烈大陆冷气团，所以规礼拜依然会感觉冷叽叽。气象署也提醒民众加套衫，避免感冒。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花莲市美仑地区一栋大楼，昨暗8点外的时阵，熊传出爆炸的声音，了后呢就开始导火烧。消防局是随去甲抢救，初步调查，那像就是驾驶漏涉所引起的。接到有大楼导火，花莲县消防局随派市区所有分队18台各种消防车45位警力车到现场。导火所在伫大楼上关的5楼，家庭火伫咧烧，因一直清菜，周围大火拢疏散，大家讲有听到爆炸声音。我们家外老跟阿嬷在家，
阿嬷跟外劳都安全下来了吗？安全下来了，谢谢。有受伤吗？没有，那就好，那就好。那你刚刚是有听到爆炸声？有。我人都出来了。这件火警发生在2月2号暗时8点07分，在美伦地区的中美13街一栋集合式大楼5楼，有一户突然间发生爆炸。有一个看护伫咧甲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洗身躯，发生火警了，随个阿嬷挨来楼骹。总共有2个人，分别是坐轮椅的老太太以及一名看护。那这2位呢，在火灾的初期就已经主动的逃生到地面。初步的原因不排除很有可能是因为瓦斯使用不当造成的。好在在这件火警并无任何人员伤亡，市公所也启动收容机制，总共7号22人爱安置。上桥也提醒民众爱做例行检查，做来较旧的电线、瓦斯管线爱换新，一个装警示器。瓦斯若无用时阵，开关就会关起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彰化山西一间塑胶工厂嘛发生火灾，虽然讲无人掉伫内底，也毋过这乌烟的是直直冲出来，互人看到是真惊吓。环保局表示讲，这 PM10的浓度已经上悬，超过标准啦，所以提醒伫咧红尾的山西乡，也有鹿港镇拢爱正注意。这居民窗仔门都爱关好吧，若准备出外，喙暗都爱挂好好势。乌烟冲到天顶，几落公里远拢看得到。春节了后头一个上班日，彰化县西乡一间塑胶工厂3号早起8点外发生大火，消防局派出12车48人前拢抢救，也头一届以救灾机器人离开火场转水降温。储存大量的塑胶碎片原料，那它的北面、东面跟西面3面也紧邻的3家工厂。那为了有效防止燃烧跟避免同仁因大量的可燃物抢救造成危害，所以我们有出动2台消防机器人。工厂就伫咧线西海边，当地风真强，火势是无法度收煞。消防局表示，塑胶工厂是1楼的铁厝，主要是生产塑胶粒子，内底并无藏危险的物品。粗估小的面积是500平方公尺，无人员受困。工厂的员工伫咧火场外口等待，指出仓库疑似就是起火点。小火苗，然后就小火苗，然后就开始有烟在。是从哪边？后面仓库吗？仓库里面。环保局监测空气品质，发现 PM10的浓度已经来到机器的前方，每立方公尺1200微克。目前当地风向是北北东风，提醒红尾包括线西乡、鹿港镇的民众，应该避免出外，关好窗仔门，挂喙暗，而且会以空污法开罚10万至500万块的罚款。超过那个仪器的侦测极限了，就是依空气污染防治法的第32条。会有一个就是明显产生那个粒状物的那个部分，是500万元以下。经济部彰滨产业分区是强调，目前红尾工厂拢正常营运，但是有开放部分体质较敏感的员工先倒转去厝的休困。消防局目前是有缘伫咧拍火当中，另外厂方的财务损失甲起火原因也个有待厘清。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要那昨暗伫新北市中和区的中和区呢，是发生一件哪像是假毒塞车的意外。这台车呢是先驶正向去弄到警察车，了后才去开到路边的车辆。警方抓到人了后，发现这是一个毒品的通缉犯，车顶也超出海洛因等等的毒品，即马已经依法上班。头前这台白色的轿车开入去下底4月2，就伫咧洗完了去弄到停伫路边的轿车。警方趁这个机会去掠人。趴下！走甲风风光光，原来开车的驾驶是毒品通缉犯。2月2号暗时7点外，伫新北市中和城市返乡去围着东岸顶的顺路警车，伫咧逃走时阵，又搁弄到停伫路边几落台汽车甲奥多拜，上尾伫咧新店被掠到。附带搜索，查获依托咪兹烟弹等毒品。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对伊的车内也查出几多项1类级的毒品，有因过海洛因暂存的底下，依托咪兹烟弹，所以无排除这个50几岁查甫人是食毒了开车，正伫咧调查。毒品人口，他可能需要做一些所谓的戒治或是医疗的一个加强。那一味的这个严刑峻法，是不是能够有效的遏阻毒驾？这一点我值得我们探讨。只要血液尿液中呢有毒品的浓度有检验出来，就视为行政法上的毒驾。那刑法呢必须达到行政院公告的毒品浓度，才能构成刑法上的毒驾。针对食毒开车的问题，官方即马已经修法重罚，
不过涉及到毒驾被移杀的，去年也是有要到2000件。学者也讲，食毒开车比啉酒开车查一困难度更加大。恐惊也有一寡乌数无公布，万一若发生失去控制情形，伤亡是无法度估计。就会正视毒驾所引起的毒案危机，千万唔当互驾驶食毒开车变做道路的无定时炸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全台湾发起大罢免的行动，今仔日早起，这罢免团体是去送连书书，拢总是收到10万多分。主要的对象就是要锁定国民党的鲍群基、书记长王宏维，也有李干秀、叶冠之等等18位拿赢的立委。另外，也有新竹市长高虹安。因为国民党呢是要来罢免民进党的吴思瑶，也有吴派益。第一阶段已经有达到标准。反共救台湾！反共救台湾！话讲要淘汰无适任的立委，立法院调野冲突，引发全台大罢免，无分哪力，拢互点名。以罢免哪位为主的公民团体2月初3来到中选会，交罢免选区立委提议连书书。好到这边，谢谢。民团某一箱搁一箱的连书书，经济统计，大家民团交出来的量，拢比第一阶段的标准上无加1.5倍。第一阶段算咧，收超过10万份连书书。总共花莲收到的是7176份，那我们这一次送出来总共是2600多份。有人说罢免是仇恨动员，对不起，我们对病毒没有仇恨，但病毒想侵害我们，我们就必须清除病毒。这个病毒来了。这摆大胜送件的罢免案，锁定国民党团总调鲍群基、书记长王宏维，阁有李干秀、叶元之、吴武庭、涂宽杰、罗明德、万美玲、李玉玲，拢总18个拿位，佮加上新竹市长高虹安，左永胜强调讲，罢免唔是拿力对抗，是选择要反共保台，也是投共灭台。尊重各种民意的表达，但是我们也希望呢。当家不到事，新年应该欣欣向荣，而不是一个欣欣向霸哦。鲍群基表示讲尊重民意，也王宏维烦恼讲无差别的大罢免会造成国家对立。不过国民党团青年军嘛发动罢免，反制民进党的吴思瑶、吴派益，目前拢达到第一阶段的标准，会赶紧送件。也王世坚嘛互那亚甲讲更凶的背景，要来加罢免。不是仇恨式罢免王世坚。他不是应该要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让房价可以更合理吗？针对外界关注讲，这摆罢免案敢有合用新修的选罢法，中选会表示讲，伫修新法修正公布施行进程，有向主管选举委员会提出的罢免案，也是用修正进程的规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这初六开工，行政院长杜英泰咧主持新春团拜时阵，讲到这总预算互人抬掉，所以现场是连一寡地配都拢无啊。也那这选罢法复议案的公文，立法院今仔日是正式收件，民进党团呼吁院长韩国瑜都要赶紧互调野来协商，也毋过拿白电影说话讲袂互复议案过关。春节连假了，开工第一天，行政院长杜英泰主持行政院新春团拜，不过副院长陈丽君因为代表行政院长参加重要的会议无到场。杜英泰讲，本来是传好，甲以前传统无同的新春团拜，不过总有算比三毒，现场连茶甲点心拢无，也个讲到手翻译无的代志，强调伊会想办法来恢复。第一个向他抱歉是，我们连准备最简单的茶点。不是省了，是没了。杜英泰讲，新春团拜了会随召开政务会议，盘点今年重大政策。不过行政院伫咧2月2号已经将选罢法复议案的公文送去立法院，立法院初三已经收件。民进党团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赶紧召开调野协商，排定处理的时程。复议案各党也都有相当熟悉的一个运作的状态，民进党团就是守候等候。希望韩院长赶快上工。杜英泰上任了，到即马第3遍复议，那边再一遍讲会反对复议案。这么严肃的复议权，竟然被你拿来作为拖延法案生效的工具。提复议是行政院的权利啦，哈，但复议提的这么频繁哈。
那么我觉得民进党也是一绝哈，该怎么来去投票表决就怎么投票表决。院长蓝白扬言说这个复议案不会过关，你怎么看？新年到了，多做一点对国家好的事情。杜英台希望新春的喜气会让强调政治的强局，不过行政院开春的挑战真多，未来针对着总预算案在违法是不是要提复议，抑个复议已经被法国的宪法诉讼法做落来要怎处理，拢是困难。朝野安怎沟通攻防，怎么大家拢等咧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股迄11天，今仔日一个开盘就盘超过1000点，这台积电的上加捌盘到1060块，收盘是收伫1070块，拢总是落65块。也那这台股收盘是22694点，拢总是落830点。另外呢，这美国的关税政策也是冲击到咱的台股。经济部长表示讲，这对台商甲企业界的支持一定要有够力。台股迄11日全年第一届准备开盘，证交所拜求好彩头。不过初三早起一开盘就大跌，指数为过年前收盘23525点，5分钟内就落到上加22502点，挂千外点。缺德股台积电股价也捌落到1060块。那当然，我们这几天的休市那有所反应。美国的相关的这些 AI 的公司呢？事实上也经过这个整个1月27号大的一个跌幅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乐观分析，这届盘是台股休困了的反应。不过，这届大盘受到美国总统 Trump 关税政策甲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k 的商战冲击。过年后开盘就大盘729点，比2020年开盘696点搁较济，创10年上惨纪录。也那日本甲韩国股市初三开盘也拢盘超过2%。美国总统大选后的贸易政策变化将持续影响全球经贸的环境。我们要未雨绸缪，为台商以及企业提供更完善的支持。另外，中央大学经发中心也发布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整体拢落低。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落2.46点，落嘅幅度达到第2，表示市场信心较歹。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于说，川普呢，他究竟会不会呢？对于全世界的大部分的国家呢，发动这个关税战争。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有比较强劲的表现，困难度会比较高。专家分析，2025年台湾资本市场也是真强，不过美国总统 Trump 就任了后变数较济，各界继续观望，建议保守看台。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澳洲昆士兰的北部当咧做大水，目前呢已经知影有1个人死亡，几若千人已经离开家园。气象专家表示讲，这可能是这个所在60多年来上严重的水灾。大雨落袂停，水一直对悬的所在下来，速度阁真紧。山坡顶真侪石头过来了，路拢损害。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一条溪流的水位上升，官员讲，昆士兰北部以前从来就唔捌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大水。这么水偌强，唔是大家关心的，大家关心的是会阁偌久。Living in what's known as the black zone in the Townsville area. That's those lower lying suburb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door knocked in recent days. And that is to evacuate by midday, listening to warnings, responding as quickly as you can, helping out friends and family. 几多千户民众所到地势较悬的所在避难，但是大约有1成的民众留来。当局警告讲，大水的水位会继续上升，恐惊会拄到危险并且威胁性命的情形。自1月31日到，昆士兰东北部部分地区已经落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是这个地区6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This morning, an SES boat responding to assist members of the public in Ingham capsized at around 9:20. There were 6 people on board the vessel. 5 people were recovered safely, but sadly 1 person was deceased. 当局有个昆士兰市地区可能会有1700栋次河水淹，有一寡甚至淹到2楼。因若要去敦士市甲滨海城市凯恩斯之间的部分道路，
怎么已经未通，互救援工作真困难。昆水市机场到初三早起进前是关起，当地超市真侪食的物件拢已经卖了，包括原住民社区在内有几落千户无电。公安也个警告讲，要注意大水内面可能有鳄鱼，因为做大水，鳄鱼是四会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这美国决定2月初4开始要针对中国、墨西哥也有加拿大产品来加扣关税。加拿大总理甲墨西哥即马是宣布拢要来报复，也会甲美国的商品扣重税。也若中国呢是按算要向 WTO 来提起诉讼。Tonight, I am announcing Canada will be responding to the U.S. trade action with 25% tariffs against $155 billion.worth of American goods. 川普以阻止非法移民加类鸦片的指挺罪，芬太尼无够力为理由，初时开始会对加拿大加墨西哥商品扣25%关税。加国总理杜鲁道初暗时召开记者会，宣布要同步对美国商品，特别是麦芽酒、红酒、波本威士忌，也有青菜水果、服装、体育、家用产品等来扣报复性关税。杜鲁道讲，对伊朗的临时飞机，也有阿富汗战争到卡崔娜飓风、加州的野火这天灾，美国拄着困难的时阵，加拿大拢出来斗相共。若是川普总统要和美国开启这个黄金的年代，上好的做法是甲加拿大来合作，毋是来顶坏加拿大。伊也督促加拿大人买本国产品，热天伫国内度假，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I'm sure many of you are anxious, but I want you to know.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美国上大的贸易伙伴墨西哥总统谢恩鲍姆伫社群平台 X 发表真长的文章，强调墨西哥无意甲北平的邻国来冲突，而是希望合作甲对话。不过也讲已经支持经济部长一篇备案计划，捍卫墨西哥利益。有了的手段包含对美国商品来扣25%报复性的关税。中国商务部网站车里也发出文章，对着美国要对中国商品加扣10%关税这件代志发表意见，讲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要向世贸组织提出要来拍官司，并且会采取相应反制做法，坚定维护自身的权益。中国、墨西哥甲加拿大是美国前3大贸易伙伴国，敢若去年就占美国4成以上的进口业。高关税做法实施了后，一定带动物价起价，所以对冲基金早在1月就已经开始对抗美国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2月初2的时阵，参巴拿马的总统穆里诺会谈2点钟。落尾这穆里诺是来做出大裁决，宣布无要继续甲中国来签一带一路的合作。这穆里诺表示讲，美国总统 Trump 指控巴拿马运河有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为着要背号清，伊考虑和运河的技术团队甲美国直接来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任了第一遍出访，第一站到巴拿马。2月2号早起，甲巴拿马总统穆尼诺举行会谈，重点放伫咧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伫咧2点钟久的会谈了，穆尼诺遂做出重大政策转变，宣布将会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El memorándum de entendimiento del año 2017 sobre la ruta de la seda d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o será renovado.根据这项合约备忘录条款，一带一路每3年会当自动续约，延长3年，除非任何一边终止。中国甲巴拿马的一带一路目前已经伫2020年甲2023年续约2遍。巴拿马伫咧2017年甲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了，就加入一带一路协议。这项协议为基础建设甲发展计划提供资金，不过批评人士认为，恐惊会互三只国家掉伫咧中国最尾的陷阱。穆尼诺也无讲，当时会甲中国政府讲这项终止合约、退出一带一路的决定。另外，卢比奥也强调，美国维护中共加强控制巴拿马运河区域。Las voces de descargo, abriendo por supuesto.Las consideraciones para que el equipo técnico del canal con el que Estados Unidos designe conversen al respecto y puedan aclarar todas las dudas que puedan seguir teniendo al respecto. 巴拿马运河已经由香港上好业的李嘉诚旗下的长江科技集团营运超过20年，因为香港企业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管，所以引起川普政府的疑虑。
布尼诺除了重申运河主权属于巴拿马，也表示所有的质疑拢是前任总统任内甲中国建交，而且涉及几落百万美金的不明资金，甲谈判过程无透明。就伫咧卢比奥来访的时阵，巴拿马民众上街头示威，强调巴拿马是非卖品。Quieran echarse Canadá, quiere invadir México, quiere tomar el canal, quiere arrancar Groenlandia a Dinamarca. Quiere decir que Trump lo que está buscando es la tercera guerra mundial. 布尼诺也讲，愿意扩大去年7月甲美国签的一项备忘录，巴拿马会当伫咧美国出钱的情形下，甲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的移民对特列隘口遣返。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那这美国的春天到底当时会来咧？其实这个问题定定拢会提来问宾州的一只问气，也就是菲尔。菲尔表示讲，要阁爱等6礼拜的时间。这款趣味活动，伊其实是来自一出1993年的电影。没想到到达，煞正这是国际上大家真爱讨论的话题。Good morning. It's Punxsutawney Phil. 寒冷的冬天什么时阵结束？春天什么时阵才会来？宾州西部下定彭克斯塔维尼有名的问气菲尔，伫百年传统的年度盛事问气的有言活动，甲大家讲。There's a shadow up here. Get ready for 6 more weeks of winter this year. 超人气问气菲尔为同学捅出头，看到家己的影，表示北美的寒天无遮尔紧结束。活动中也有一句名言，讲只有我知影，各位唔通遐尔简单就相信人工智慧。Phil's never wrong about the weather. Never wrong. Today is one of the greatest days. 当年2月7日的问气日，上早是来自欧洲邮电机宾州的德裔移民传至美国。1993年电影今仔日暂时停止，描写个性骄傲的电视台气象主播菲尔，奉派去宾州问气日有报气象，用不耐烦、只想要赶紧收工的态度来报，刷拄到神秘的力量。家己的日子卡伫2月7日，利用各种无解方式，经过真济的问气日了后，将其尾以全面积极正向的态度，才互问气日过去，影响新的一日。宾州的传统活动，更加因为这部电影，当年拢更加热烈，甚至演变做其他地区也有问气有笑春天节庆。纽约的斯坦顿岛动物园的问气，都甲菲尔的有笑真无共。迄日斯坦顿岛动物园的气温摄氏零下7.8度，也过真侪民众游玩真热情，也好奇问气是安怎表示。有人甘愿享受寒天的美丽，也有人毋望春天的来临，用正面的态度过生活，逐工拢是好日子。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继续等来看咱台湾这过年抽奖，若准去年甲今年拢是共一个人摕去，这敢会有做手的嫌疑咧？伫咧屏东的内埔乡公所，今年都发生这款的代志，所以得奖的人是赶紧跳出来解释讲，其实去年得奖的是因的查某囝，今年才得伊。抽到汽车，民众欢喜，甲乡长翕相，但有民众发现，今年上大奖汽车的得主，那甲去年同一人，引起互相的争议。我觉得这几率不太可能会出现。屏东内埔乡公所过年举办年假摸彩的活动，每张彩券20块。抽奖迄天，抽奖箱满满的彩券，想要到煞抽到同一人。得主车衫透早点清，去年其实是查某囝得奖。去年是我女儿的摸彩券啊，因为未成年，所以她也不能上台领奖。今年是我自己想说，就是掏钱去买，1500、2000那边。现在有录影还有见证人我们都会到叫乡亲上来看看我们的有没有夹带啊。连2档得大奖的几率伤小，引起质疑。但拿屏东高雄知名百货嘛有店家办红包抽奖，抽一摆100块。有电动主播初期将店家旁部顶管村的红包拢抽煞，煞无抽到还未送出的上大奖。他说他有这个大奖，然后我也就把它承包了，大家好像上面没有这个大奖。主播报警认为店家可能藏红包，律师提醒，抽奖活动若包牌煞无抽到奖，可能涉及诈欺。可能涉及到诈欺取财，会构成刑法339条的诈欺取财罪，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总头奖项
443份。贴红包的那个帆布总共数量是只有153个。一段时间，如果数量不够的话，我们会继续再补足。店家澄清认为是误会，但警方表示已经照规定替主报等人做笔录，等证据收煞会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公司新闻陈环武、柯正俊、面交关高雄报道。过年是连续休高工去到台东观光的是有上百万人次，结果今仔日开工上班，在海滨公园就互人发现真侪粪扫。台北河川分署表示讲，已经请厂商赶紧来处理，也呼吁民众这粪扫一定爱查好走。春节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台东市公所甲海滨公园巡视环境，说是公园人清气，海堤甲海波颠倒拢是游客甲民众放完飘了后的粪扫，规个海堤拢是影响海岸景观。景点很美，垃圾很脏有一点。我看到我们的海滨公园确实是蛮干净的，但是在海滨公园的另外一边确实是很多的鞭炮跟很多的垃圾哈。伫海埔也阁留有真侪炮仔粪扫，年节期间也因为民众放炮仔，捌造成杂草稻火、草埔甲树仔拢风烧甲乌麻麻。因为海堤甲海埔的管理单位是水利署台北河川分署，市公所也是通知台北河川分署，分署表示已经联络维护清洁的客药厂商，会赶紧清理，恢复景观。我也请厂商来做一个处理，那并且我们近期会发动我们志工了来进行一个净滩哦。今年春节假期当高日，台东县政府统计，要伫台东观光景点有900万人次游客，部分游客也流落粪扫。因为即马也在休寒期间，有缘有游客到台东，呼吁民众甲游客到风景区佚佗，唔通搁放炮仔，也爱顺手早早粪扫。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较过年期间呢，伫高雄的公园码头是有大型的气球翁仔只依靠挖伫个港边，请真侪人做伙去甲看，也有袂少生理人去遐摆摊仔。也毋过呢，有摆摊的人煞认为讲这边仔的大含伊伤活，所以3个人起冲突。警方调监视器已经找到人，甲因叫去问话。提价几啊，这生理人行向另外2个人，所来就拍起来啊。代志发生伫这个测试的高雄公园码头，有当地社地电视，真有人去 IP 只一卡挖，边仔游客看到，惊一个赶紧闪开。听到他们那边有比较大声的那个讲话的声音，我想说回头看一下，就看到一堆气球在上面飞，然后才发现说，他们那边好像有人在吵架。高流中心讲，涉案这做生意的人拢无证照。也那警方迄天虽然无接到通报，不过也提醒集体冲突已经违法。中岛已经找到涉案的3个人，要求到案说明，依法来办理。双方3人因摆摊距离过近而发生口角纠纷，产生肢体冲突，涉嫌违反刑法伤害罪嫌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第1款家暴行于人者。警方将个车5载去到现场巡逻，那这做生理的人因为单位伤近起冲突，过年这几天现场有部分摆摊的人卖盗版的商品，民众也呼吁应该支持正版的。支持创作者的一个作品，那如果他有一个正式授权的商品的话，我们会想要买正版授权的，就是有点算支持他的感觉。人比较少，这在比开车来回比较不会塞车。想再来看一下他们变得怎样。真侪民众趁早起人较少，赶紧到公园码头来甲只卡瓦翕相。连续2天的巡河了后，高雄伫正月初5好天路，也有游客使把握电价最后机会，搁再来看一个只卡瓦。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越南籍的查某移工呢，是利用家己所学的美容技术，伫台湾开一个医美的品牌，伫网络用半价来违法替人注射，也有挂灯唇。移民署屏东专勤队经过调查，今嘛甲卫生局做伙去抓人。我们现在开始搜索。移民署屏东专勤队人员一进入厝内，连伊看到真侪医美的相关器材，有做玻尿酸用的线，甚至够用来甲鼻仔做美容的针线。这物件拢是这名越南籍的查某移工的，伊就是用这来路不明、无合法的器材，无牌来替共乡的人客做美容手术。侵入性医师人员才能用，一般人不能用。我拿吗？这个是没有啦，不用。先埋线的鼻子的。无医师执照的移工开地下诊所替人做喙齿、做假鼻仔等等的手术。
这款案件去年伫高雄、台中拢捌查到。这边屏东的这名越南籍的查某移工来台湾食头路已经8年啊，可惜家己有考到几6国的美容证照，用证照假做是专业的医师执照，伫网络大数据宣传自创医美品牌，替人的目睭皮挂顶唇做玻尿酸的写。专勤队伫现场查到将近300件医疗相关证物，市价有60万。在屏东租套房当作地下的医美诊所，执行注射皮下填充物剂、穿线隆鼻、割缝双眼皮等多项侵入性医疗行为，赚取不法暴利。全案已经依照违反医师法等规定，移送屏东地检署来侦办。移民署讲，针对外来人口伫台湾从事不法行为，因会继续来调查。嘛，呼吁民众做医疗相关的代志，一定要找有执照、合法的医疗场所来做，千万唔通贪俗，或被接受来路不明的手术。记者柯嘉如、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再来看这纽西兰的牛奶，今年进口是会当免关税，各界即嘛是真烦恼，会影响到咱本土的产业。另外呢，这进口的牛奶，若准会当放超过30天，就会当写明是长效的牛奶，上紧伫今年7月就会当来实施，这也引起业者的不满。新鲜的牛奶含有多种营养成分，不少人逐工拢会啉。为了应用台纽经济合作协定，今年起生效，进口液态奶会当免关税输入台湾。卫福部食药署去年有个修正鲜奶标示草案，上紧今年7月上路。未来保存期限30日以上进口奶品会当标示做长效鲜奶等字样，引起国内农业不满，认为可能互消费者误会是比国产鲜奶更较长效，会严重冲击台湾农产业，甚至车声无排除上街抗议。消费者绝对会误导，已经给他一个长效奶了，那又再加一个鲜注，哇，那还得了？如果说到时候真的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商品的标示名称的话，我们酪农绝对是会团结站在同一阵线，希望卫福部不要让我们上街头。根据食药署有个修正，鲜奶、保酒奶、调味奶、奶饮品加牛奶粉品名加标示规定草案。未来鲜奶加温杀菌了后，保存期限30日内才会当标示做鲜奶。超过30日，爱标示做延长保存期限鲜奶，长效鲜奶也是 ESL 延长效期鲜奶。因为预告期间所收集的意见能显分歧，必须有更多的讨论，以取得共识，再据以办理后续事宜。农业部也表示，立场甲酪农产业同款，希望针对保存期限超过15日以上的进口奶品，拢标示做长效奶，也是延长保存期限奶，无应该有新鲜的鲜之字。对此，食药署回应强调，后手会阁邀请相关部会学者专家来召开会议，取得共识了后，才办理相关事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宜兰的蛤仔鱼是占全国9成以上的产量，也毋过呢，因为饲蛤仔真了水，所以在地人就积极讲，就是鱼业互因的天然水源愈来愈少。另外，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业者是表示讲，在大水期的时阵，会配合减产来应对。清点一尾搁一尾，年鱼仔每年1月到3月，宜兰长山乡的养殖业者拢会放鱼仔。水车一直放要为鱼仔提供送数，暗过这水车声，互人怨言讲有噪音。一边暗时为鱼仔照光，也比这期是暗时公开，用水量大，也比地方认为是附近天然涌泉水量减少原因之一。排污水和河川被污染也是问题。涌泉变少的时候。要是说没有去考究，是因为他们的养殖而变少，还是说气候变迁而变少？是不是有人可以帮大家把这个原因疑惑点厘清？不过业者也有话要讲，因为这几年拄着病害问题，养殖业病源冲击，而且涌泉减少，原因不一定甲养殖用水有关系。这几年透过大水期减产来减少用水，不过水车甲照光拢是养殖过程必要设施。因为香鱼它可能会怕它早熟，所以我们去点羹，帮它日照比较长一点。后续的话，我们可能会做相关的一些监测。来确认说他们的相关性是怎么样。
宜兰县年鱼养殖每年产量是1900吨，产达3亿外，是重要产业。安农辅导业者增加人力关系，互产业更较好正做问题。官府表示，会透过检测来确认养殖用水是不是甲用泉减少有关系，也辅导业者解决人力保源、公害甲噪音问题。另外，年鱼拄着病害问题，会先派兽医协助，必要时阵也请水质素专家来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公视新闻宜兰报道。过年时真侪人拢会买柑仔来代表好吉兆，要毋过呢，其实即马天气侪变化，这柑仔时不时都受到天气的影响，去互日头甲晒到伤，转变做是火烧柑。所以工研院是来研发一套有警的系统，会当提早测工来警告，通减少农民的损失。农民专心照顾柑仔，希望会当有好的收成。不过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不时传出柑仔互日头晒到伤，造成柑仔皮以及果子肉掉伤，火烧柑造成农民严重损失。有一伤就是你啊大到一个程度来，伊就规个晒伫伤了，遐就无汤啊，啊目个就迄就无效去啊。天气什么变化唔知影，咱拢唔知影好要怎提用啊。因为柑橘的果实表面受到太阳的辐射热、温度，甚至是风速，还有湿度等等的影响，而造成它果皮像是被烫伤、灼伤一样的病害。那这样的问题呢，在茂谷柑、椪柑这一类的柑橘类特别容易发生，常常会造成它商品价值的低落，而没有办法贩售。为了降低农民损失，工研院开发出一套警示系统，借由红外线监测来了解柑仔表面的温度，配合气温、湿度，只要系统侦测到柑仔外皮温度过悬，就会随通知农民准备日晒的风地。主要就是透过气温、湿度、日照，那我们会推算出一个果实表面温度的模型。那另外，农事所这边也计算出了一个柑橘的日烧阀值。那当果实表面温度现在超过了日烧阀值之后，我们就会透过后台的耐推波，然后通知农民说可以开始进行日烧的防治了。工研院表示，透过警示系统，上紧会当伫日晒发生前7天提出警示。目前系统已经伫云林以及台中的柑仔山区进行测试。透过这警示系统，未来希望会当协助农民降低灾害损失。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高雄的大寮伫20-30年前呢是有真侪菱角田，也毋过即马因为台88线通车了后，这当地菱角田全安尼消失去。目前犹阁咧种菱角的这面积是敢若剩6公顷尔。当年9月至12月，甘明西甲牵手拢会透早，天都还未光，就过来挽菱角。大概5点开始，然后都采，大概要采3个钟头，3个钟头以上了。这大片的菱角田本来是甘明西的爸爸种的，伊的爸爸坐火数了后，伊决定接手继续种作，无想要喷伤侪农药，改用苦地铺做天然的防治，嘛用人工的方式来清除腐朽粒。甲采收好的菱角再转去处理，这个菱角经过几落摆清洗了后，无够熟的，伊就会浮出水面，甲卖相看起来无好的做伙摕掉。会当通过品管的，就放入去大鼎开火吹油熄。时间一个到鼎挂拍开，赶紧把烧好好的菱角摕出来，铺伫桌面，一个一个开一空，方便会当食到完整的菱角。是安怎练才会当甲开菱角做甲这么紧，阁袂伤到家己？甘明西讲伊嘛练真久。紧的时阵出腿咧，安尼就抬落啊！啊，伊这尖啊，扑哇夭寿。落去，我原本扎铁布甲扎咧，念的哇，这有够费气的。我说你这安怎用来袂听嘛，袂过嘛，哦，我就用安尼。安尼一盘100啊。20多年前，伫台88线兴建进前，高雄大寮地区有50-60公顷的菱角田，啊，毋过道路完工通车了后，道路边的农地一块一块消失去，目前敢若剩差不多6公顷。甘明西因兜的菱角田虽然无因为台88线添好平，啊，毋过最近这几年因为边的水沟工程嘛缩小面积。爸种那么久了，人家一个盖水沟，我们家一小块就要被征收走了。啊，明年说什么？明年会说哦，我要重新土地规划，啊，我这边地要被割一半走，啊，在后年呢又要盖什么啊，就没了。整20多年啊，2022年通过宽屏，预定2025年开工的国道7号也经过大寮。
对各种大小建设的规划甲进行，连甲田还佫会当伫开发的脚步中留偌济哩。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伦敦的海洋生物水族馆要开始一年一届的大点名，还佫要为遮的水族馆的生物来做健康检查，摒扫环境。其实，这水族馆内底生物呢是有6000多种，超过3万只，所以点名是一项大工程。英国伦敦水族馆的工作人员因掠遮的三脚牛仔金上，一只一只水互清楚，还佫有几只米伫个石冷内底。除了野米笑牛海蹄长度，当鲨鱼收过的时阵，赶紧得咧牛伊的分尸肠。2005年1月9，英国上大规模伦敦海洋生物水族馆下底11间，拢总要开始大清点。除了算数量，还佫爱加6000多种，差不多3万只的水底生物做身体的检查，还佫有摒扫因的环境，工程是真大。We need to know how many individuals that we have on site, particularly as some of our animals are involved in various breeding programs. So particularly if we have any new arrivals, we want to keep that database up to date, which can then potentially be shared with other sites. 除了甲徛鹅牛分尸肠，还佫爱甲磅体重。工作人员摕鱼仔甲蛇，互伊徛好好势。因若即只牛是一直想要凉气，工作人员为着要赶紧完成清点的工作。水族馆是动员济济骹手，还佫有志工，希望甲对遮的水底生物的干扰降到上低。We always carry out a brief before we conduct any of the counts or getting in the tanks to carry out any of the cleans. We want to sort of reduce stress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our animals. 除了外观，水族馆内底玻璃嘛爱切互清气。因若这水族馆内底上界大只的动物之一海豹，平均的体重是70公斤。不过，为着要保持体温，会当冻过寒冬，一般因会佫肥15公斤。We have had some new arrivals when we've been counting. So some of our freshwater species, those numbers have increased where they've been breeding really well in their habitats, which is really nice. 其实水族馆内底体重上重的，就是石龟，有超过170公斤。伊的躯壳嘛要好好甲切互清气。工作人员讲，就要甲遮的水底生物的情形甲数量捕获清楚，才有法度互因上好的照顾，嘛互来遮行大游客有上介好的体验。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继续来看，这美国有一个做古董鉴定的专家，这50多档内呢是世界去找古早的文物，捌发现过其实看起来无啥，也毋过真有价值的宝贝。伊讲呢，伫咧旧厝内底，就亲像是伫咧金银岛同款，不时拢会去挖到宝。做古董鉴定甲拍卖为乐，将去各地收集的稀奇古物，放伫面显州汤马斯顿这间艺廊阁楼。为了做古董鉴定超过50年，伊讲这头路会常常充满惊喜。It's like a treasure hunt every day. So every day when I get out of bed, where do I go to the next treasure hunt? It's great. 73岁为乐，伫新英格兰国州，拢是伊找宝的脚只。伊捌伫废纸堆内底发现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副本，也捌用10倍介绍，要看起来介绍真悬的优惠真价，按过事实上是真俗的印刷品为主。2014年上大的战利品是伫面显州刊登一栋老厝的厝楼尾顶发现一把技术荷兰艺术大师林布兰的肖像作品。The younger people in the family have inherited the estate. We go to this beautiful, large, old farmhouse in Maine, and we start going through the house, and there was rare little things and big things everywhere. And finally, we're on the 3rd floor near the attic, and we find a stack of paintings, and in it was this beautiful 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 by Rembrandt. 这个月有林布兰的风格，毋过无法度确认是毋是真的。为了透过艺海艺廊拍卖140万美金，差不多大票4500万。为了讲能证明是林布兰的真货，卖介绍会超过拍卖介绍几多倍。It's very hard to prove any of the old masters' works, because most of them aren't signed. But it had all the right attributes: the look, the period, the cradling on the back. And just everything about it. And then they had the label, so it gave it some pretty good credence right there. 为了也固定伫每一摆日提供古董免费鉴价服务，能伫伊个艺廊拍卖，为了领受拍卖所得 commission， 以及珍宝甲古物的差别，无伫个外观，是伫伊背后的故事甲价值，是毋是发现真正的宝藏，就看运气咯。公司新闻郑淑芬报道。那下晡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
北部地区11度到14度。中部地区是11度到17度。南部地区15度到23度。东部地区是13度到21度。那外岛地区8度到16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个台记新闻，相应伫遮祝大家开工放炮，财运对你到。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